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空中的朋友吼，咱今日要采访的吼，林信南医师吼，林信南医师。信南，信南，信南，信，不是兴，不是兴吼，林信南吼 ，OK， 伊迄是信是信用的信啦吼。对。林医师吼是我真尊敬的一位，阮精神科的前辈啦吼。伊是台大精神科训练出来，啊嘛伫台大精神科做个教授吼，啊，佮有真侪其他精神科的经历，我确定较来好好啊，请伊分享啦吼。林医师你好，嗨，你好啊，真多谢你来，嘿啊，你安怎去读医学院的？你开始，敢若你有读过成大是无？对，我读电机系吼，其实迄个时是感觉讲读工学院袂歹啊吼，入去读读了我第2年吼，休出来因讲爱去迄个实地迄个见习啦吼，工厂无啊，我抽签迄个抽啊，看你拄啊，我讲拄抽着讲去宜兰的电力公司啦吼，去电力公司个也毋是伫迄内面吼，是外线组啊，有电线是讲风台吼，去工地就对我想讲读电机创这个就背电报条，无啥意思咧吼，就是开始无啥趣味啊，拄啊好，我迄年的期考吼，迄个期考我破病啊，破病请假无去期考嘛 ，OK。了，以前也捌报告过，就是讲，像中学安尼报告落校个通知，第2期要过等年要开学时吼，要去办注册啦，注册就讲，你都1/2退学啊，真诶哦，遮严重，所以就只好去填课嘿，结果电机诶无得拢考对台大医科来。你改成迄落中学的时吼，嘛换过校。我吼，我本来读大中商业啦，大中商业。迄个时我小学毕业的时吼，我伫阮迄班成绩算袂歹但是迄阵考初中吼，考初中迄个国文啊哈。国文爱用毛笔写，你知道无？我用迄圆珠笔写，都字都足歹，写袂好势。毛笔够困难啦。我咧想吼，可能迄国文我大概无分数啦。我都写较细字嘛。林医师，你是几年厝的啦？那有我迄个1939啊。1939。迄阵考国文爱用毛笔咯。对啊，用毛笔啦。我刚才我无拄着迄个时代，无我温死的。所以台中阮迄班足侪人入去啊。我都无嘛，我就入去台中商业台中商业读了。初中毕业补上高中嘛吼，甲高1的时吼，休热，搁一届破病啊吼，就请假无去考啊吼，无去考都厝里头咧想讲，嘿是继续要安尼读嘛吼，我咧想起讲，我读初中的时吼，我迄阵有一个科目叫做簿记啦。簿记嘛，商业簿记对簿记的老师甲我讲吼，信南你
迄记啊，安尼乱七八糟，你毕业吼，银行袂甲你请吼。我想讲安尼无订课啊，无订课，所以我中学晚一档去啦。从考去台中一中，对，啊台中一中毕业考去成大电机，啊了个电科来台大医科，所以你的这个经过嘛真挫折，个曲折的对啦吼。所以你拄仔咧讲啊那会去读医啦吼，啊，就订考，迄阵就咧想讲，我较早我的大兄读台大时，啊，伊捌送我一本迄个史怀哲的册嘛吼，迄个传记的册啊，我想讲，安尼嘛袂歹啊吼。啊，你哥哥读啥？我哥读迄个兽医。我真诶哦，早期兽医嘛足少诶，足少诶，啊，你这安尼算无心插柳呢？讲起来，啊，毋是讲从小就立志要读医科就对嘛。OK， 啊，所以你台大医科你对一年毕业？我迄个1969毕业啦。1969，啊，你要做兵？做兵啊，做一档，啊，了就申请登来台大，对，啊，迄阵神经精神科，神经精神科的时代，未分的嘛吼，神经精神科，所以两项拢爱学嘛。啊，对，后来先我行对精神科来。迄个，我其实吼做到主治医师的第3年、第4年啊吼，嘛还未分科啊吼。啊，其实你。我咧讲，我迄班阮做的就是我甲赖奇远嘛吼。你讲赖奇远。啊，阮两个本来拢要行精神科啦。对。伊有讲，你甲讲你想要去马街，叫伊留咧。对，啊，阮报道第一天吼，心眼科的洪祖培教授啊。就讲，听讲恁两个拢要做肖医生安尼啦，两个拢要做精神科，是安尼哦。啊，洪祖培拢叫迄人做神经科，我迄人做精神科。啊，其实我迄个大一的时候，都差不多决定讲要做精神科啦吼。啊，迄个理由就是讲哦，我迄阵有参加迄个即摆叫做基督徒医学学会哦，啊，迄个是迄个台北 YMC 的内底一个组织啦，啊，那就是迄个一寡已经资深的医师啊，带医学生哦，啊，参加医疗服务安尼工作，啊，因逐年拢有一个年会嘛，啊，年会时我拄好买，有咧卖册，啊，买一本。迄个瑞士的一个医生吼，叫 Paul Tony 啊，伊本来是内科医生，啊后来去做精神科啦吼，啊伊迄本册是咧写讲伊的即个案例吼，啊用个圣经安怎来了解安尼啦吼，啊伊逐礼拜日就是讲伫伊的教会吼。做礼拜刷了吼，啊有问题的人留来吼，啊伊甲牧师做伙啦，啊有的人先看牧师，啊牧师看看讲，你可能爱看爱找精神科医生，啊就找，啊伊看看伊讲，无这问题，爱问牧师吼，我讲安尼嘛足有意思啊吼，所以对我来讲，安尼这我若做一个基督徒啊，行精神科，可能这是真好一条路啦。所以你是偌早你就受洗必做基督徒啊？这其实我是佛教的家庭出身嘛吼，嘿，我的老爸是迄个日本的曹洞宗周洞宗吼，台湾开始传教是上介早期的迄个宣教师的之一啦，嘿。啊！阮老爸伫台中起一个台中佛教会馆吼，迄个是算在中部上界出名的一个佛教的宣教中心。佛教界算有那足有影响的。哦，对，嘿，伊都迄个江畅腾，迄个伊的 POS 入门都写阮老爸啊。哦，啊，阮老爸迄个时代甲中部的儒家啊。比战几多年？哦，所以恁爸爸的佛教是对日本学的。哦，对，去日本，对日本学的。啊，所以阮老爸过身的时，我九个兄弟姊妹吼，啊，我上大的两个大姊还阁选后还未毕业啊，吼，阮老爸过身了，
你若讲阮老爸甲阮老爸学生工作当中来接吼，应该有可能阮遐老不够改啦吼。啊，但是伊个战后这日本的不够，拢失势去嘛。啊，所以阮老爸一过身。来即摆人吼，对，啊伊也无咧关心讲啊，阮老母带狗的囡仔吼，大家咧关心就是讲，什么人会当先占着安尼啦？要抢迄个位就对啊，要抢迄个啊，所以后来拄啊好，迄个阮老爸也伫咧是，伊甲台中的牧师关系嘛袂歹吼。伊迄个不够，但是伊迄阵阮老爸遐尼古早就办幼稚园。啊嘛办礼拜日的，那像基督教的迄个主日学啊，哦，有礼拜日哦，互迄个无读册的人哦来甲教育啊，所以都有迄基督教的朋友入来看阮妈妈啊，所以啊，阮妈是讲啊，大家也无人在关心咧吼，啊，所以就对伊去教会啊，后来阮就对阮老母去。哦，所以这有一个转折啦。对。所以恁是做囡仔是因为恁啊，所以恁爸爸过身的是你是几岁？我小学6年啊，小学6哦，所以阮演过啊吼，细汉的时啊吼，逐早起拢，阮兜有2个不堂嘛，讲叫前殿后殿吼，啊，阮拢爱去，阮兄弟姊妹拢爱去先上经，吼，啊上经了才会使食斋饭了才会使去学校，所以拢爱礼佛的对啊，对，哦，所以你变差不多小学还是初中的时都。对，你讲就是啊，因为我小学6年，阮老爸过身嘛，啊后来有人来关心，关心阮老母去教会，所以我就初中1年开始就对阮老母去教会，我大概初2初3时洗礼啦，就变基督徒，对，所以你读医学院的是已经是基督徒，对，所以开始去参加 YMC 的迄个医学生的团体，吼，啊，伫遐读到迄个瑞士医生的册，所以。大学时代就想要做精神科对，啊，所以黄祖培迄阵要甲恁救无去，来台湾，后来来台湾做神经科啦，吼，嘿啦，伊顶边台湾的节目嘛讲到这段真趣味，啊，你伫精神科的时，你的老师是林宪啊，对，哦，迄个什么叶英坤迄阵去照调去私立疗，拄啊照调，开始拄啊照调去。我是去私立疗院做住院医师的啦。啊，恁伫台大迄阵，你后来伫精神科这个领域内底，你后来行什么专长？哦，这吼，我这个后来我主要伫精神科做，主要是。做3项啦吼，一就是迄个司法精神医学嘛，司法精神医学，啊，搁一个就是迄个生物精神医学，特别是药物的部分啦，精神药物的部分搁一个就是老人的部分嘛，其实迄个是这拢也毋是要紧的题目啦，这迄阵算。2门啦，两门，精神科的2门，这嘛2门。司法精神医学做2门的嘛，迄就是爱做精神鉴定。对。但是即马变社会足注意的一个题目呢，吼。确定过来请你讲这，因为即马社会对这个精神病人啦、犯罪，还是讲出代志，这社会敢若我咧足无法度忍受的，无法度了解，佫未了解，有当时对。这个法官也好，还是讲对精神科的这个鉴定吼，嘛足有意见就对啦吼。啊，早期要做这司法精神医学的人足少的啦，所以迄阵是林宪嘛吼，林宪教授在创，啊，你对伊咧学就对啦吼。啊，药物学无啥人老师内底，敢若无人对，迄个是无，因为吼，其实你看阮迄个时吼，老师。几个走对美国去啦，剩3个，剩林宪吼，陈志章甲迄个徐成清啦，徐成清做儿童，囡仔大人2个吼，当时做团体治疗，对伊2个人逐项拢要管吼，所以我看林宪古早研究，伊对药也有趣味但是伊讲我都无法度我哪有法度做遐济项，佮因迄日本时代老路啦，对，早期的药也无遐发达，对，这药物是尾啊，这30-40年来看，愈来愈进步啦吼，所以我想。
这林信南医师伊伫台大行这个司法鉴定，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确定咱来更加请教这方面伊的经验啦吼。咱先来听一段音乐，我阁继续。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日在互咱采访的哈，台大精神科退休的教授哈林信南教授哈。林医师，你拄则讲这司法鉴定哈，精神鉴定哈，你当小我甲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情形下需要做这个鉴定？比如讲
这鉴定是法院要求呢，还是讲家属会使要求，还是讲要经过什么定数？照讲吼，那照讲应该是这个家属，还是讲迄个患者当事人吼，会使要求啦吼。啊，但是过去台湾大部分拢是法院迄个法官感觉讲有需要才送啦吼。啊，但是安尼愈来愈有就家属还是患者愈来愈侪，伊感觉讲伊需要鉴定嘛吼。这等于嘛是。病人的权利意识抬头啊啦！对，以前是可能法官在审判感觉到，哎呦，这个犯人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啊，就送来病院互咱鉴定。早期全台湾嘛，超台大有法度做。哦，对，其他所在无法度做呢。早期所以早期迄个庆好的鉴定的迄个排足长啊，排足久的，排足长嘿啊，所以法院有当时嘛会讲啊，敢袂当做较紧的吼。迄做一个鉴定要偌久啊？哦，这个照讲吼，照讲做一个鉴定吼，上盖早台大开始的时候，精神鉴定是爱大院啦，吼，爱大院嘿。啊，比如讲，我鉴定过上盖长的有大2礼拜啦，啊，迄就是我第一个做主医师第一个接啊，林先教授指导下骹，啊，开始对司法精神医学内面鉴定部分有趣味甲即个关系啦。啊，迄就是当时发生一个台湾足大的一个大学教授。哦，你讲正大迄个教授吼，伊开始因做囝嘛？对吼，啊，迄个案就是嘛是唯一到即阵，就是讲半暝发生，啊，天光就送入来。病院鉴定啊，无普通有诶，我拖足久啊，我嘛要拖几落年，你到时足歹找啊，因为足出名诶一个教授啊，啊，迄就是恁都爱甲观察一段时间，迄大2礼拜，靠我都下结论对，迄毋是干那一两天诶会谈都会当对，迄包括吼，我甲迄个迄阵诶社工吴救军，吴救军迄阵社工，阮去政大访问，去伊诶宿舍访问吼，访问家属，访问厝边啊，还同事，啊，伊诶邻居，拢爱去调查就对了吼，所以这有当时要做一个鉴定。啊，用足侪时间啦，用足侪时间。啊，迄个时，顶管的主题是毋是讲连线呢？哦，包括叶英坤教授虽然是去治疗，伊逐礼拜等下一届，伊嘛参加。对啦。啊，陈组长说3个教授看，啊，3个教授看拢对到边仔看啊。哦，所以迄个案子后来结果是安怎？迄个案吼，也咧鉴定的时吼，啊，就国民党的。迄个毋知第几组叫郑新雄，郑新雄嘛是正大嘛，对啊，其实伊是心理学啊，伊这鉴定伊嘛毋知哦，伊都甲媒体讲哦，都报纸嘛顶出来讲哦，这个案一定是精神丧失啊，哦，一定就是讲舆论都开始在这做一个规定啊，阮鉴定了结果出去是讲。毋是精神上是精神耗弱吼，哇！啊，就阮安尼媒体安尼骂甲要骂甲死啊！所以这有当时啊，社会压力嘛足大诶，对。啊，个有当时啊，若个政治案件好，个政治压力过来，是哦。这鉴定有当时啊会拄着足迄足侪困扰，家属嘛甲你。讲下咯，讲你若甲我鉴定写安怎吼，我就要甲你安怎吼。家属就希望写较严重诶，吼，伊较会当减罪嘛，吼，减轻伊诶罪嘛，还是判无罪嘛。啊，但是咱专业是有咱专业鉴定诶标准嘛，吼。这有当时啊，就是讲法官含咱即个精神科诶专业吼，看法嘛无一定会完全一致吼。所以鉴定是咱在写啦，但是最后采不采信，嘛是变法官。啊，对，法官伊的权嘛，吼，因为审判是伊在审判的嘛。这古早吼，即马法官对这相当有了解吼，所以这大部迄个90几%有接受，采纳啦，采纳。啊，阮迄个时吼，伊嘛足侪疑问啊，啊，所以我捌迄鉴定的时啊，吼，讲叫去做传证。请迄个承接迄个法官吼，
都迄单面镜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可以看讲哦，我嘿鉴定已经过是安尼哦，我安尼就是个英国迄个司法官训练的内底有迄课，我在英国我袂听是差不多所有课我拢因礼拜我拢会去讲诶，所以即马即部分民众甲专业的落差佫足大，无。迄个法官司法系统应该加较接近啊，对，较接近，较因较有咧注意即个代志。无我会记以前哦，咱精神科医师有当时连开诊断书出嚟哦，法官都看无，佫唔相信啦。是啊，是啊。我家己一个经验就是，我迄阵伫私立疗养院，我迄阵有北医的学生吼，会来病院实习嘛。有一边一个学生吼。伊就是咱咧讲的迄个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就是讲伊会反复，对，伊一直重复想要做一个动作动袂调嘛，伊就是安怎，伊做实习医师吼，去共注射，定定注料吼，讲我毋知有共注毋对，就要转去个定 check 看卖啦吼，患者就紧张起来，家属嘛讲诶，这医生是咧安怎吼？护士嘛无欢喜啊，讲你哪安尼？伊种拜托我甲开一张诊断书，讲伊就属实嘛伫我诶门诊看几百年诶啦。即摆都医学院毕业，毋着兵役要体检吼。伊讲无拜托我开一张诊断书啦。伊讲伊要请看会当毋免做评估啦。就是惊讲，我去部队若定定有即个状况吼，惊出代志。我就甲讲吼，可能无法度无做兵啦。吼，因为精神官能症，也毋是到遐严重的精神病嘛。吼，伊讲无要紧，你开互我。若伊若因为迄都要经过个3种，对，去验。若未过，我就来做兵嘛。结果证明客气吼。3种看了也无甲讲会使袂使，就叫伊出单。结果调单做兵的通知无来，煞法院的通知来。法院讲伊逃避兵役啦。甲调去，调去个叫咱出庭作证啊，叫精神科医生去啊。法官安怎问呢？讲你说他有强迫性精神官能症，那他怎么医学院会毕业？这法官就过去，个讲安怎讲？他怎么国家考试还考得过啦？我讲精神官能症都无一定得，就是头壳歹去啊。考试嘛是要考来不要考。伊让伊读的毕业，我讲迄无稀奇啊。足侪职业内底嘛是有这款的患者。无法度呢，我搁甲咱迄教科书吼，迄种中文版的，拢甲 copy 互伊看。结果初审竟然甲判罪啦，判讲伊企图逃避兵役，迄时足害。到尾加在是去到二审吼，二审较讲这无罪，所以有当时法官也无了解吼。是啊，咱即马这社会嘛是安尼呢。我看即阵吼，有当时发生迄个嫌疑犯啦吼，就是讲犯罪的人，我社会感觉你犯这个罪，足袂当谅解嘛吼。就希望讲。这爱甲判无期徒刑，还是判死刑？结果经过咱鉴定了，有当时说无判遐重。我社会都袂当接受咧，这舆论压力嘛是足大。我伫顶面看有家己遐，敢若一个有咱精神科的。这台剃了警察去用台视。对。结果迄个医生嘛去用命，要臭头去。所以这部分是在希望讲咱的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了解来当搁较增加无有的时讲精神病人啦，真正有症状，伊犯罪也毋是调故意要犯罪啦，是因为症状的影响啦，应该治疗啦。这个连带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嘛足侪人主张爱设迄个司法精神病监，就是专门管这种的患者。你的看法是安尼看？这个那对于治疗甲鉴定的角度来看有伊的好处啊，比如讲，加拿大有这款系统就是讲你若犯罪犯罪了伊不管你有病无病法院嘛，就是伊毋免单讲鉴定了伊就你这先无，伊是若有病伊就先送入去
精神病监啦吼，但是法院的审吼继续假使讲爱判3年吼，3年伊种人伫病迄个精神病监内底咧吼，精神病监医生若讲伊这爱住院爱治疗吼，伊就治，假使伊若讲伊伫遐住院治疗吼，治疗到迄个超过3档吼，伊算伊伫迄精神病监算服刑啊，超过就算伊家己住院，所以这就较袂讲。你也在等审判中间无治疗这个部分出代志，佫一个就是讲法院也较毋免等讲也未鉴定好，毋知要安处理，无有好处有歹处啦吼。咱即摆佫有一项是讲，有当时判刑对无？判刑讲伊就要去强制治疗嘛吼，就是讲去适当场所治疗。都毋知要送去对啊？对，佫一个就是讲你若无送去吼，判是判安尼，伊也无咧注意讲有去治疗无，所以社会大家对即个代志安尼真烦恼关心但是到即摆还未熟，困难是毋是讲即种的精神病监吼？若要找医生去服务，是毋是会较歹找？我想是啦，因为你。就是讲，除了讲有人，就是讲我就是奉献就来做这个无你伫遐你做家内底医生足多拢嘛减的嘛，对啦，拢减嘛，要专任，迄都要专职对。因为你既然关伫迄，就算大院嘛，你嘛是24点钟爱有医生伫遐值班啦，专职的医生诶。系啊，所以即摆安尼台湾吼，精神鉴定的医生即摆差不多有偌济数目啊。即马吼，即马已经即个有一个次专科的学会啊，叫司法精神医学会。司法精神医学会伊目前吼，那照咱即马的法律吼，你若摕到精神科专科医师，你就会使鉴定啦吼。但是即个司法精神医学专科医师吼，伊迄个变做讲。互司法系统知影讲，即个人有即个专科加一个这资格尔但是你若摕到专科医师，你就有资格鉴定啦。所以变做讲，伊咱即马超过1800个精神科专科医师嘛，所以这个人拢会使鉴定。即马即个司法精神医学专科次专科的训练，这吼伊有规定，你做主治医师吼了，你吼。有过去吼，有做超过7档的，伫你的服务所来做精神鉴定的人吼，才会使申请。申请你就要送3个你写的鉴定书啦，报告，报告内底至少要有一个是刑事案件，剩的民事你会使送。即马送来了都3个资深的做司法精神医学的人去审查审查了，才送来这个侦审委员会所以即马已经到目前这第一届嘛，已经审查通过，应该是已经有几啊十个啦，不过嘛要算足少啦，少，所以就是讲。行这条路的医生是还阁真少啊！咱的社会这个需求量其实是不只也未少啦所以这还阁特地爱鼓励啦好，咱过来听一段音乐，我过来继续请教。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Oh,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Tis grace hath brought me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麦在互咱采访的哈，台大精神科的教授林信兰教授哈，林教授，你后来做个台大的精神科主任，你敢若有去过桃园疗养院啊？对，和成大医学院支援嘛吼，迄算互台大派出去的。对一边先去，迄阵叫省立嘛吼，省立同疗养院吼，遐大先去啊，因为李登辉做省主席的时候，伊感觉讲省立病院吼，厝角拢起袂少啊，无医生嘛，伊就讲咧，伊嘛台大好友的新闻哦，来病院甲医院拜托啦，拜托台大支援，所以迄个时。甲我上时派出去的庄泽燕是去省头哈，这李鸿基是去迄个台北病院吼，我去桃寮，去支援就对啦，去支援嘿。你伫桃寮几年？桃寮2档啊吼，桃园疗养院即摆规模嘛真大哦，即伫疗养院内底，伊可能算上好一个啦，这间桃寮其实足有历史呢。哦，对。这间是古早日本时代，咱叫松山小病院，就是松山疗养院，迄阵是伫台北市的5分埔。对。日本时代若讲松山小病院，大家拢知影啦，迄是唯一一间公立的疗养院嘛。战后因为台北市改制院辖市吧，所以伊这个省立疗养院就搬去桃园就对啦，
啊，所以较变头疗啦。其实是安尼啦，伊5分波迄块地卖掉啊，啊去即卖迄个布利桃园疗养甲桃园医院吼，迄啊拢是用迄个钱起的嘛。啊，起的是本来是要做一间病院啦，啊2个部分吼。啊，迄阵呢，迄个本来伫台北迄院长吼，迄个杨宝林的这万年立法委员的这查某，杨宝林的小弟嘛。啊，伊让伊讲伫东北头啊，但是有人咧质疑，啊伊吼，这样起得要好时吼。伊想要做总院长啦，啊，讲啊，你这资格都有问题咧吼，啊，所以想到尾来，怎咧甲拆做2间去，拆做2间。啊，伊做疗养院这啊，伊无啊，伊尾嘛无做走啊，因为伊尾啊，红过迄个有咧起的中间有问题啊，问题啦，啊，其实。省立桃园医院和省立桃园疗养院规模拢足大哦，对啊，连做伙隔一个门就出去吧，差不多拢几千层的呢。哦，对，所以嘛是算足大间的病院啦，吼。好啊，桃疗戒掉2档，啊，转来台大，啊，了个成大个甲你戒掉。所以吼，其实是安尼啦吼，我迄个桃疗2档，煞啊，迄个就爱转来台大嘛吼，啊，迄阵。成大医养院长是黄坤元啦吼，啊病院院长是徐成清啦吼，因为这病院拄开始精神科处理的咧，病院开始拄第2档嘛吼，啊第2档啊所以主任就大概拢台大国科调去的嘛吼，啊黄坤元的迄个徐成清甲推荐讲啊是毋是当叫我去病斗骹手啦，啊所以黄坤元吼伊家己亲身。来找我几个做，搁找桂芳，找阮后生查某囝做伙食饭吼。问讲我会当去，啊，伊讲吼，伊讲你甲阮的囡仔讲，你若去台南无问题，我会当甲你安排入去台南1中、台南2中安尼啦吼。啊，阮的囡仔都拢不爱嘛，因为台北囡仔不爱落啊。哦，啊，所以我变我家己落，啊，我落去成大，毋是戒掉，你知道？我就是讲，我伫通2档啊，吼，2档啊戒掉啊，所以我迄个医学院教职迄个位吼，我若戒掉，迄个位别人袂当用啊。啊，我想讲，我若过去成大，个前后都差4、5档，迄个老师教职都无人用，所以我就讲，我甲迄阵的台大医养院长黄伯超讲，我就这边的教职提掉啦。啊去成大，所以迄伫因的名称叫做商调啊。商调，就总调过啊，对啊，就台大这边就你的职就总刷过。台大这边就无啊，所以我去到半冬，我就目睭出问题嘛吼。目睭迄阵是足严重的视网膜剥离啊。哦，视网膜剥离。所以我迄个时我就讲安尼，我袂当搁做了，我就要我要离开啦，啊离开，等下台北要做都毋知啊，因为我台大已经无位啊嘛，那戒掉的随时就倒转来，啊，所以尾啊我变做说迄个新进教师，顶申请啊吼，啊，所以迄阵都有迄公共卫生，迄阵也未独立嘛，公共卫生迄主任吼，捌甲宋楚瑜做一次选副总统。对，我会记得，有一个公共卫生。伊就甲我开玩笑，讲我信男的，你差一点就上吊了。伊讲吼，你若新的教师新进的申请无过哦，你都无啊，都无啊。啊，不过迄阵是讲台大医院的院长林国信院长，伊嘛小儿科的教授嘛，伊有。算甲我真帮忙啦！伊咧开会时讲啊，都咱伫咱遮做10几档啊，啊，去都无半档，转来咱免遐尼严啦吼。所以上帝加在，佫甲你留所以这加在安尼有佫倒转来接落来，继续倒来台大。但是你视网膜剥离足严重的呢，对啊，迄开刀嘛吼，对啊。开了，佫无讲足成功。对。哦，啊，你讲迄阵都爱安尼拍咧困。啊，对。拍偌久啊？哦，我吼，照讲是视网膜剥离是算，但对港国来讲小代志嘛吼。我镭射定就好啊。哦，
啊，我迄阵迄个现代迄个港口资源，迄阵嘛台大落去蔡武府吼，迄个时阵跟上来出名啊，最出名啊，最出名。啊，伊讲哦，你迄个玻璃的范围太大吼，迄视网膜下骹拢积水啊吼。伊讲要做镭射进前，伊就讲无先抽水吼，啊才来做。啊，抽水了做镭射，啊嘛到底实际上咱毋知啦吼。啊，我伫现代了，我就讲几方去台南甲我照顾，啊，但然囡仔台北无通啊，所以一礼拜了，现代就讲啊，无你等于台北休困啦吼。啊，等于台北了，差不多第二礼拜了，第一礼拜迄纱布摕个要看哦，第二礼拜哦纱布摕个哦，无看啊。迄阵是港科迄主任者陈牧师教授，伊算足好咧，伊吼来阮兜啊，逐礼拜来两三摆来阮兜甲我检查，啊伊来讲，哎呦是啦，你眼底无法度看入去啦，就讲啊嘛毋知影原因咧吼，所以就搁订大院啊吼，订大院大院开入去看吼，讲迄算话较拢总会啦，所以是安怎出货都搞不清楚啊，所以迄个因为已经等于讲出货，甲迄视网膜甲黄斑部拢糊起来了，超过一礼拜吼，就拢歹去啊。所以我正蕊就算咧，就拢无视力嘛，到迄阵到即阵咧，就你说哦，1989啊，1989发生的嘛吼，对啊，30几冬。你迄阵对你的打击会足大无？讲起来加减有啦吼，不过就是讲迄个是讲加在我毋是外科医生哦，无立体感，也袂较无影响无遐大。还有一类咧，还有通看。所以我迄阵嘛足认真哦，逐早起哦，家己坐迄落。即嘛叫做仁爱干线嘛，什么吼？对，我拢坐到迄个263啦，古早263，我拢坐到上山上尾站哦。因为要适应讲无立体感，我家己走去爬迄山哦。所以无一日无看到了。平衡也较困难，立体感无好，你若光线较歹吼，我都爱足小心啦。所以嘛无方便啦，就讲生活上拢有无方便。但是你嘛是搁等于台大继续教册看患者咧。对啊，迄就是讲影响较无遐大。是，所以这咱无想到，就是讲迄阵你几岁？51岁。51岁本来是长勇你本来去成大做副院长嘛，拄啊当要发挥的时，结果出这个意外所以总个转来好佳在台大有个接纳，所以当个留伫台大教册。所以你到尾伫台大是做到退休嘛？对，做到65，做到65退休嘛但是你真要有咧看病人嘛？我无咧看，即摆无咧看。我退休了吼，头啊5冬吼，迄个马街拄啊要成立医院嘛吼，是算有一寡台大退休的教授，拢帮忙吼。伊筹备中间，我迄个5冬，我迄个下伫啊嘛，伊开始医院伊成立，开始招生了吼。我都无过去啊嘛无过看患者，所以讲起来是差不多70岁以后拢无过看，70岁以后拢无过看，就是拢伫教会教学你还佫有等于台大一礼拜等于一摆教学吼，我即马剩唯一的教学就是讲。迄个第一年的住院医师吼，伊内底有迄个半当的迄个精神药物要求爱精神药物的训练嘛，迄内底有读书会啦，读书会，所以迄个部分我继续参加啦，主要是即马咧大，主要是即马健康科主任黄忠正咧大，我落咧参加安尼尔，所以对药物的新的发展啊。一寡新的知识啥，你拢嘛要有咧注意，拢要个维持一下，大家讨论安尼就对啦所以这人生的变化有当时咱料想袂到咧但是我看你嘛是
保持真乐观的。哎，无讲因为安尼就感觉安尼就种足消极吼。我先是甲我信仰有关系啦。我一蕊无看嘛吼，但是阮太太贵芳伊是一蕊目睭黄斑部病变，另外一蕊目睭是视神经萎缩吼。阮两个就开始有当时聊天的时吼，伊就讲讲到尾讲那两蕊拢无看是要安怎啊？讲我两蕊无看，当然是足无方便啦吼。我讲到尾就讲不过我80几岁伊那45日伊嘛会使算80啊吼。讲该看拢看了吼，无要紧啦，若无看，看80年啊。袂啦，抑个会当保持安尼算袂歹吼。所以恁两个即马算。两个人共计3蕊目睭，这林信南医师的这个遭遇哈，嘛是互咱真大的启示啦哈。不过你看人像海伦凯勒安尼哈，对啊，拢无看到嘛创造遐伟大的教育工课吼，实在是互人足感动的啦吼。讲起来吼，所以我想咱对盲人嘛足尊敬的，毋是讲盲人就变无路用的人的好，咱今日足欢喜吼，林医师来接受咱的采访，伊还佫有足精彩的故事咧哦。后礼拜我请伊佫来吼，佫来问一寡无一定是干那医疗的代志吼，伊的人生的经验真丰富吼。咱今日时间到这，多谢。真欢喜有机会甲你开讲。过了几落年，同款一条路，拖着沉重无我的脚步，犹然看着爸爸的形容，跍伫遐轻声地讲话，有咸遐的香味就在巷仔内，亲像有。想起着妈妈的笑容，如今拢已不再回。纯情的夜灯灯，甲阮有约束，讲是要等阮
再会。经过了几落年，同款一条路，拖着无依无我的脚步。阮想起着妈妈的笑容，如今你敢也知影？